急症咧，急症咧。呢類咁嘅檔案咧喺香港非常之稀有㗎。咁東華能夠保存落嚟咧，即係我哋即係作為研究者係非常之感激東華㗎。東華三院保存落嚟嘅好多珍貴檔案同文物，有助我哋回望東華三院喺戰亂中點樣堅守崗位，同民眾共度艱難歲月。香港進入日戰時期之後，東華東院被日軍佔用。東華嘅3間醫院只係剩翻東華醫院同埋廣華醫院係繼續維持運作，亦都係當時全港僅存2間繼續服務一般市民嘅醫院。我估計佢哋當時點解揀東華東院咧？其實有一個好重要嘅理由咧，就係因為佢遠離市區，喺嗰個保安嗰方面咧比較容易處理嘅。戰亂影響藥品、藥材嘅運輸。東華嘅中醫師團隊精簡調校咗基本嘅藥方，編撰咗備用藥方匯選，方便用藥同治療普通病症。隨住香港嘅狀況越趨惡劣，金人、金子、金恤、金芯、金金金人、丙人。自己嘅天命嘅，有俾你在嘅人，貴味、加薪。東華用好多方法籌錢啦，東華本身職員啊，就去一啲音樂場所，就孭住一個封咗條嘅就去丁字年。東華嘅檔案文獻記載咗1944年紅磡黃埔船澳遭空襲事件。好不幸地咧，喺1944年嘅10月16號，美軍就空襲黃埔船澳，造成大量死傷嘅。而傷亡之中咧，最大嘅就嚟自咧係而家觀音廟後邊有間醫學㗎，有近900名師生咧係有傷亡㗎。所以當時就接收咗大量受重傷嘅人，大約300人左右啦。東華三院作為香港歷史最悠久、規模最大嘅慈善機構，早喺半世紀之前已經開始致力文物保護同歷史研究。好似東華呢一批檔案，其實有名有姓。咁呢類咁嘅戰時嘅檔案咧，其實而家可以講係絕無僅有㗎。你可以聽到、感受到、摸得到呢啲全部。嗱，有錢執啦！我哋要去理解歷史咧，最緊要就係即係賦予呢啲咁嘅檔案啲生命。記得呢一班人，唔好唔記得香港人係3年08個月受苦啦。所以呢批檔案咧非常重要啦。希望將來嘅使用者咧，或者研究者好好利用呢批檔案，去構建翻呢段時